澳門一直係全球最著名嘅博彩旅遊城市之一，每日都有大量旅客穿梭喺氹仔各大酒店、娛樂場、購物中心同旅遊景點之間。對唔少人嚟講，呢度代表住繁華、娛樂同埋世界級嘅度假體驗。但係就喺幾日前，一宗發生喺澳門銀河綜合度假城出邊嘅傷人案件，再次成為社會焦點。雖然事件並唔係發生喺娛樂場入邊，但因為地點特殊，亦令人再次關注大型旅遊娛樂區嘅安全問題。更加令人聯想到2023年同樣喺澳門銀河發生一宗震驚全澳嘅暴力事件。兩宗案件背景完全唔同，但係當兩宗事件同澳門銀河呢個大型旅遊地標扯上關係，難免令人思考，一個每日接待大量旅客嘅世界級度假城，究竟點樣先可以保障每一位旅客同市民嘅安全？歡迎嚟到嘉仙路，我係阿嘉，大家好。2026年8月5號夜晚，大約9點鐘，位於氹仔嘅熱門酒店澳門銀河大門口出邊，就發生咗一宗令人震驚嘅嚴重傷人事件。嗰晚，受害人喺一架黑色七人車入邊遇襲，車入面後座乘客個位有好多血跡，燈上邊有把戒刀同一個餐叉，車出邊個地下亦都有一把餐刀同埋一部手提電話，全部都染有血跡。案發嘅時候，七人車裏邊除咗女受害人之外，另外仲有一個男司機同埋2個女仔。其中一個女仔本來約咗受害女事主私下賣酒店積分房俾佢，所以就約咗佢喺酒店出邊交收。賣房嗰個女仔幾個人揸車去到酒店門口，泊好車，女受害人自己上咗架車，而一直喺後邊跟蹤女受害人嘅男疑犯突然走埋入車，手揸住2把戒刀，不停向受害人頭頸攻擊。受害人不停喺度大嗌，車入邊原本3個人睇到咁嘅畫面，即刻走都走唔切，跟住去同酒店保安求救。好快脆，保安趕到現場，合力制服疑犯。救護車嚟到，受害人已經重傷昏迷，並立即由救護車送去醫院。而一個尼泊爾籍酒店保安員喺事件中手臂亦都受咗傷。原來女受害人同疑犯係喺2025年5月喺澳門相識，同年7月仲發展埋情侶關係，但到咗今年7月，個女仔開始疏遠對方。疑犯喺案發前幾日睇到受害人同唔同嘅男人一齊，就認定自己係俾人呃咗感情，加上佢好唔忿氣喺拍拖呢段時間使咗好多錢喺對方身上。於是喺案發嗰日嘅下晝3點，佢買咗2把戒刀，再喺酒店攞咗把餐刀同埋餐叉，有預謀地殺害女事主報復。當警方揭開案情，今次事件並唔係賭博糾紛，亦唔係賭場內賭客因輸贏而發生衝突，而係一宗涉及私人感情嘅嚴重暴力案件。但係當大家將目光集中喺案情本身嘅時候，另一個問題亦隨之出現。點解呢類事件一旦發生喺大型酒店或者娛樂場附近，就會特別受到關注？其實原因唔難理解。澳門每年接待大量旅客，而氹仔就集中咗酒店、娛樂場、購物中心、餐廳、表演場地同大型旅遊設施。每日都有大量人流出入，所以任何突發事件，只要發生喺呢一類地標附近，都好容易引起公眾關注。而今次事件亦令人再次想起3年前另一宗轟動澳門嘅案件，同樣係澳門銀河，但嗰一次發生嘅地方係喺賭場入邊，而且起因亦完全唔同。
時間返去2023年5月1日，當時正值內地五一假期，澳門旅客人數明顯增加。凌晨大約1點45分，澳門銀河賭場入邊，一場原本由賭台上爭執開始嘅衝突，最後演變成多人打鬥。原因係兩班賭客因為投注莊同閒嘅問題發生咗激烈嘅口角。根據現場目擊者透露，其中一方喺贏咗錢之後，更加講一啲說話去取笑輸錢嗰邊。結果徹底引爆咗另一方壓抑咗好耐嘅輸錢情緒。幾個男人喺賭台側邊大打出手，有人甚至舉起咗賭台前面嘅凳，向住對方大力掟過去。現場不停出現尖叫聲、掟嘢聲同打交聲，場面極度混亂。期間有幾個保安人員上前制止同埋分開相關人士，並由司警人員即時介入處理。最後司警好快脆將涉案嘅13個年齡介乎22至48歲嘅男女全部拘捕。澳門當局對呢一種嚴重破壞治安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唔單止對涉案人士依法檢控，更分別被禁止入境1至4年，同埋禁止進入賭場2年。呢場被網民稱為澳門 MMA 嘅集體打鬥片段，好快就喺全球社交媒體上瘋傳，嚴重損害咗酒店同澳門嘅形象。事件亦引起澳門社會對娛樂場安全問題嘅討論，因為呢件事已經唔單止係幾個賭客之間嘅私人衝突。當大量人士喺娛樂場裏邊發生衝突，除咗可能令現場人士受傷之外，亦可能影響其他旅客。更加重要嘅係，相關片段喺網上迅速流傳，令事件由一宗場內衝突變成一宗影響澳門旅遊形象嘅新聞，將2023年嘅銀河賭場集體打鬥同2026年今次銀河出邊傷人案放埋一齊睇。第一個要講清楚嘅關係就係兩件案件係冇證據顯示互相有關。2023年喺賭場裏邊由百家樂投注爭執引發嘅集體打鬥，而今次發生喺娛樂場出邊，純屬私人感情糾紛。一宗係賭博相關衝突，一宗係私人感情糾紛，背景完全唔同，所以我哋唔應該因為兩宗案件都同澳門銀河有關，就將佢哋視為同一類案件。但問題係，點解兩宗事件都會引起咁大關注？答案其實同地點係有好大關係。澳門銀河唔只係一間酒店，佢係氹仔其中一個大型綜合度假城，集合酒店、娛樂場、購物、餐飲同娛樂設施，每日都有大量旅客同市民出入。當一個咁大型、咁多人流嘅地方發生衝突事件，消息自然更加容易被目擊、拍攝同網上轉播。而且大家對大型旅遊地標嘅安全要求本身就會比較高。如果一個普通地方發生私人糾紛，可能只係一宗地方新聞。但如果事件發生喺世界知名酒店或者大型綜合度假城附近，社會關注程度自然會完全唔同。因為大家關心嘅已經唔單止係案件本身，而係呢個地方仲係唔係安全？其實任何大型城市都唔可能完全避免衝突事件。酒店、商場、交通運輸、大型活動場地，甚至人流密集嘅旅遊區，都有可能遇到突發情況。所以真正重要嘅唔係要求一個地方永遠零案件啊，而係當事件發生嘅時候，警方可唔可以好快咁介入？保安可唔可以及時發現問題？現場人員可唔可以盡快控制情況？受影響人士又可唔可以得到適當嘅救援？呢啲先係大型旅遊城市需要長期面對嘅問題。
澳門近年亦一直希望由傳統博彩旅遊發展成更加多元化嘅世界級旅遊城市。酒店、演唱會、展覽、大型活動，全部都成為吸引旅客嘅重要元素。但旅遊業發展得蓬勃，人流越集中，對安全管理嘅要求自然亦會越高。所以今次事件值得關注嘅唔應該只係銀河有出事，更加值得思考嘅係，當一個城市越嚟越繁華，點樣先可以令每一個嚟到呢度嘅人都真正感受到安全？請幫忙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新片一出，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㗎喇。多謝晒。